2026年1月1日，聖誕8日慶期第8日，天主之母瑪利亞節。主題：在心中反覆默存牧人的話語。牧羊人急忙咁樣趕到去白冷，宣講嗰一個給全民族的大喜訊。路加福音2章10節：今天在達味城中，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，他是主默西亞。路加福音2章11節。瑪利亞聽到佢哋嘅訊息之後，把這一切事默存在心中，反覆思量。路加福音2章19節。點解呢啲說話使到瑪利亞要深思？牧羊人宣布咗啲乜嘢係讓佢不得不喺心裏邊咁慎重咁樣去默想？路加福音係寫於公元80年嘅前後，主要係俾希臘羅馬人皈依嘅人去閱讀。當時嘅人一聽到救主、主呢一啲嘅稱號，確切知道呢啲詞語係喺政治上屬於邊一個，就係屬於凱撒。皇帝被視為帶嚟和平、繁榮同埋穩定嘅人，佢嘅統治被稱為喜訊，並由帝國各地咁樣去不斷宣告。因此，當牧羊人宣稱真正的救主和主唔係凱撒，而係瑪利亞嘅孩子嘅時候，呢個就係公開挑戰當時最強大嘅政治意識形態。瑪利亞當然要默存心中，佢嘅心早已意識到咁樣嘅宣告意味住巨大嘅代價。更加令人震驚嘅係，牧羊人係社會階層最低嘅人，但係佢就滿懷喜樂咁樣相信，從今天開始，世界真的改變了。而從某一種意義上，呢一個確實係真嘅。呢一位救主唔係選擇喺宮殿，而係選擇喺貧窮。佢唔係靠權勢，而係靠弱小。並且後來佢告訴咗一啲平凡嘅人，佢哋將會做出更大嘅事工。牧羊人於是成為咗耶穌最早嘅傳播者，光榮和讚美天主，因他們所聽到和看到的一切。路加福音2章20節。但係瑪利亞仍舊默存思量，佢係唔係察覺到帝國絕對唔會容忍咁樣嘅希望喺臣民中萌芽？今日讀到呢一段福音，我亦都同瑪利亞一齊默想，牧羊人當年嘅訊息，如今似乎已經失去咗原本嘅力量。我哋依舊喺度宣稱基督為主，而往往只係理解為我靈魂的主。佢救我哋脫離罪惡，賜予我救恩，承諾我死後永遠嘅生命。至於佢對公共生活、社會結構、經濟取向、政治想像嘅主權，就全部被悄悄咁樣擱置咗。喺呢一個淚水之谷中，我哋被告知，有時要含蓄，有時要直白，要接受其他嘅主。市場、國家、演算法、企業利益，基督成為一種私人嘅安慰，而唔係公共挑戰。然而，天使依然喺我哋嘅時代嘅牧人中喚醒夢想。嗰啲睇嚟平凡，但係就擁有非凡勇氣嘅人，佢哋夢見啲乜嘢？一個將資源用喺醫療同埋教育，而唔係武器嘅世界。一個農民係唔會因為土地被進步嘅名義奪走而絕望嘅世界。
一個媒體真正係向公眾傳達真相，而唔係被強權成為宣傳工具嘅世界。一個基督徒教會唔再迷戀財富同埋影響力，而係返去本源，為天主嘅國而生活。然而，當我將呢一啲夢想珍藏喺心中嘅時候，我亦都感受到瑪利亞可能當年感受過嘅猶疑。呢個世界嘅權勢係唔係會允許咁樣嘅事發生？呢啲夢想係咪就好似牧羊人嘅宣告一樣，構成另一種形式嘅叛逆？我有一刻想細聲咁樣對嗰啲當代嘅牧羊人講：要小心，不要說得太大聲，這些夢想會動搖今天的寶座。但係瑪利亞佢保持沉默，將牧人嘅說話放喺心裏邊。我都沉默咗落嚟，再次默想嗰一切嘅開始。今天在達味城中，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，他是主默西亞。路加福音2章11節。新嘅一年開始咗，會有啲唔同嗎？我唔知道。我正在準備將本聖經收埋，但係就突然發現自己喺度細聲咁樣唱緊瑪利亞嘅嗰首歌。他伸出大能的手臂，驅散了心高氣傲的人，推翻了權勢者的寶座，卻舉揚了卑微的人，使飢餓者享受美物，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。路加福音1章51至到53節。係嘅，呢個聽起嚟仍然係似有啲叛逆，但係呢個係幾咁喜樂嘅叛逆。難怪牧羊人佢哋喺回家嘅途中不停咁樣光榮並且讚美天主。